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红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。今日咱的时事要来讲节约能源，哦，这真重要，最重要。高君来请教你，恁兜4个人，不，对，几个人？阮兜有3+1，4个。啊，就4个人嘛。哈。哦，啊，咱几台车哈？一台4辆的，2台2辆的。啊，那是浪费咧。啊，浪费这个能源。安怎讲？你看这当成大众捷运啊，超方便的啊。哦。你看有通到内湖，通到遐南港，通到淡水，通到北投，通到恁兜3重市啊。哦，泸州一4个拢通。所以你就用坐这个捷运啊，那就会该开车，就浪费这个。爱学我，歹势哦。徛倒摆呢？你徛倒摆，你讲捷运哦，捷运多伫阮兜出去无2骹步。哎呦，遐用啥物话？我若来这录影，我拢坐捷运来的哦。哎呦，我嘛是呢，阮兜住咧台中。我门口就有迄个呢高铁接驳车，我拢坐接驳车，啊去到高铁站，因为我搁坐半票，我爽。哎呦，你有够福气啊，搁俗。我来到台北我嘛坐捷运来电视公司录影。哎呀，安尼，我节约能源甲恁较无共。是。我是家庭，我拢省水啦，省水啦。省水。嘿，因为我妈妈就是甲迄洗米的水啊，吼，留来压花啊。哎呦。然后过来就是咱女孩子不是拢会泡澡放松一下，啊，迄泡澡的水忙留来就是马桶冲马桶。哦，冲马桶。嘿，啊，但是我是刚刚讲吼，既然啊真正要省水啦，卖泡澡。是啦，尤其查甫啊，尤其男人最好是不要泡澡，为什么？会湿尿尿。啊？什么啦？讲到这省水吼，我是拢吼迄洗衫机的水啊，头一遍拢3分水嘛，冲了了，2遍的清洗哦，拢留起来冲马桶。唔是干那安尼难安尼，电我嘛足省的呢。迄个插头吼，无咧用绝对背起来。嘿，啊，定定搞2个囝叮铃，佮煞咧，唔是干那阮兜哦，楼梯间。楼梯间原来有照明嘛？跟你有关系啊？迄虽然是公用的电啊，嘛是爱节约能源啊。嘛是你拿要钱啊？大家拿来无对啊。但是呢，我看迄拢啊，毋是讲伫遐一直咧行吼，啊点光光足土济，吼，我就咧当做咧运动，爬楼梯，去哩看到禁掉，看到禁掉。有影呢，你要看伊身材愈来愈水咧。哦，这个哪有啥关系？有啊，迄个节约能源啊，爬楼梯啊。运动。哎呦，一减2个。真的。风楼个减4个。对。讲实在，有一种人，咱都爱甲拍扑啊。都一种人。咱电视机有无？迄个做饭店还是百货公司五口无，拢去客人家司机无，排班。你排班的客人家，我看因拢用塞的呢。哦，伊就看头前无车就塞去啊。一台一直塞，有影。所以眼睛拢无开无。所以讲这拢无油烟无。咱大家真正爱甲警备，甲拍真正爱甲拍破，这真正节约能源，空气较袂污染掉啊。是啊，毋是安尼尔呢。我阁看到游览车，嘛是伫咧饭店外口，伊咧等人客啊。头前若无车，有啊，因恁早就禁掉呢，迄个司机嘛是来杀啊！哎呦，我看一个朋友哦，伫机场哦，发电机因恁禁掉，家己发电机用杀的。天哪，人会害，好啊啦！杀原子的啦。好啦，莫再小静啦，来欣赏咱今仔日精彩的。你敢若目标鬼咧，后壁甲我打者，我串一下要挂打你哦。我你是咧安怎啦？啊，敢拄安尼咪气，咧咪啥？我都，无啦，我伫遐咧检查看背有清气无安尼啦。你亏害足济呢。啊，毋是画巴肚要叫伊煮饭，啊，我煮好啊呢。你食饭啦？你莫食。
我都还袂枵咧，我阁有迄被单爱洗，你先食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啊无你豆豆洗啦吼，豆豆愈学前去哦。嘿，小姐哟，出来，迄个歹看面的走，哦，免惊，哦，我要赶紧。喂，哦，你莫甲我走，我跟你讲，你爱甲我讲个详细哦，啊无我无放你走。哎呦，你管伤济啊吧？啊我就要甲你管啦，安怎啊？哎呦，唔是啦，这件代志就歹讲的呢。哎呦，歹讲，才人换塑胶讲，啊若无才人换铁讲。反正你安怎讲，你凊彩讲，你总讲出来，我一定甲你斗相共。好啦，紧讲啦，吼。迄个人要找的，确实是我啦。啊，那呢？迄个人是你的什么人？伊是歹人。啊，歹人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姑，莫生气啊啦，好好休困。我想那莫想，我当然是受气啊！咱老是咧做生意，啊一个人安尼无代无志来遮乱乱的，结果伊知影伊做唔对，也无甲咱回一个新的话头就做去，甲咱当作痟的。哦，你莫阁激动啊！你有高血压呢？啊，你甲想看觅，头拄迄个人啊，伊可能足着急要找人的啊，啊，毋才会态度遮歹，啊，你甲伊计较要创啥？啊无阿姑，我看吼，你入去休困好啊啦，店我来顾啦。免啦，店我顾啦，你讲过遐尼济，你去啦，你去。我来顾啦。我就甲你讲，我顾啦。较惊啦，迄人搁举吼，拢你会做，我甲你讲。哦，好啦，啊无我来读册，有代志甲我叫哦。爱甲我叫哦。哦。哎呦，真正老啊！我爬起乡爬，哎呦这个，哎呦，那我较少年哦，头拄迄个情，我就真正较喜较金色色啦。姐哦，姐啊，姐啊，过来，哎，你穿你进来。不，我看你那为后壁问来，你那无为头前问来啊？今日叫快点啦，较细声。好，较细声。这是啥？好，啊，这个无电话无？来恁兜一个青歹看面的无？啊，大细声要找迄个春小姐，就是伊啦。我那就是伊哦。较细声，对啦。是安怎就这身边啦？哦，你都唔知哦，迄个歹看面的吼，当时是大歹人呢，啊，专在欺负迄个少年的查某囡仔，逼因做迄个无愿意做的代志呢。安尼讲起来，迄个是鸡头哦。对，顶老苍爷啦。这款人真正有够恶势，这摆我断掉，然后断掉，一直甲处理个。你莫遮生气啦，后回你若拄着伊，就莫睬伊就好啊。对啦。你无听这歹人话，迄背景拢真惊呢。迄咱这善良老百姓真正吼，才袂起啦。咱村也袂起嘛，还有警察也会起啊，对吧？唔得连报警啊！哎呦，千万唔通哦！你若报警察哦，迄个歹人拢总抓就好，啊若抓到有迄个人山的两个抓无着，过来甲咱对付，咱愈啊惨哦。阿君啊，无你讲要安怎处理啊？我是想安尼啦吼，规矩吼，这小姐吼想安搭到你遮啦，咱风声较过遐，就无代志啊你。安搭伫我遮？安尼敢好？好啦，你无听人伫咧讲，上界危险的所在，就是上界安全的所在。因为你这个所在，迄个歹看面的捌来过啊，袂过来第二摆，你讲对无？而且呢，咱用这个屠杀的心肠。菩萨啦！菩萨的心肠，你有听着咧讲，救人唔止命，胜过7级的地动。地动伤过，7级都足重的啦，就是7级的浮动啦。浮动，无啦，浮岛啦。浮岛，对，你来当做善事啦吼，同解救一个啦。安尼哦，哟。好嘅，拜托啦。好啦，我答应啦。安尼就对啊。有哪哦，敢若哭化腰，啊一个饭甲传好啊，佫唔食，都是所以就。
绝对是去对面吼，搁做钱仔都要破刀，你真正是。哎呦！你是小狗中风控你啦！歹势哦！这样一定好，这歹势，失礼啦！我先做啥啦？无啦，对啦，我来动。毋是看我肚枵哟，哭叫我去煮饭，我饭煮好伫遐食毋食啊？啊哟，巴肚枵说袂记哈，食饭。对。遐济，我有代志要问你。食饭哪讲倒啊？遐济。一定安尼哦。我著开要倒遮问咧。哦。你倒是甲我讲哦，若无吼，这顿饭你也要想要食。好啦，你紧问啦，啥代志啦？你拄则拢咧无闲啥？无啊，哪有咧无闲啥？我著较大只鸭咧个。佮讲无，你喙开我著看到脑底啊去啊！我恁姊啊咧，你哦，迄面部的表情吼，我甲你看就知影你有代志。老实讲。哎呦，我一个可爱古嘴窈窕美丽子啊！我甲你讲，你可能最近哦，安尼哦，较无闲啦，所以哦，较黑白想啦，无啥代志啦。等下，我咧目睭皮哦，哭个喘，绝对有代志。哦，目睭皮哭喘。这表示讲吼，你哦做疲劳过度，你吼食好饱，困好饱，困起来了，迄个镜头就好去啊啦。哎，你这第二你这咧开讲？会长在啦。会长来哦，佫无啥物好康的。会长，你有啥代志啦？我来这吼，是要办一项足重要的代志啦。哦。煞唔知影吼，有人走去咱民事中心报案啦，讲哦足着急要找因查囝的，希望咱会当甲伊斗拍手啦。会长。你讲迄个人要找因查某囝是叫做啥物名？生做啥物款？今年几岁？这是对方的资料啦，恁看一下。这个歹人头脑真好呢，骗讲要找因查某囝，用这招的，我才袂去互骗去。会长，唔是这个人，这唔是你要找迄个啦。你嘛真心细啊咧哈！你迄登记簿无摕出来对，你哪会知影讲唔是这个人？那这做你放心，我目睭真厉害，迄知影老安尼溜过，我绝对拢会记。正经吼，我甲恁姊也要去开会时阵，毋是拄好去撞到这个少年仔那要入来遮大，敢会是伊？哦，迄个毋是啦，迄毋是你要找人啦。你敢真正遮尔确定？我足确定的啦。好啦，反正吼，这件代志我已经甲恁讲啦，恁较注意一下啦，吼，我过来北京问看卖。好，迄个。孙惊，应该坐吼。不，就莫定来，你会来哦，我民事拢出代志，吼。你是谁？迄个查某囡仔来遮住，敢毋是无登记？我敢会遮拄好？迄个查某囡仔就是会长咧讲的，迄个人要找的查某囝。哎呀，姊啊，莫管遐济啦，会里人也无倒来咱遮咧管台出代志。啥？你讲伊无倒伫遮，是安怎咱无倒来遮？无，哎呦呀，我巴肚枵啊，又甲大肠骨小肠啊，哎呦，这食饭，食汤。过来！枵啊！我是要安怎？我安尼做是对啊，是毋对啊？你好，你是安怎？你是毋是人无爽快？无啦，是我看你的面色无介好呢，我带你来看医生好无？免啦，我的病是心病，看医生嘛无效。我安尼讲，你敢有法度了解？这代志吼，总是有解决的办法啦。你若一直甲藏伫心肝底，你拢无爱讲，迄愈来愈严重吼，到时阵你想要解决，很困难。我甲你讲，咱明明是少年人吼，我想咱的想法应该差不多。安尼好啊，你甲你的烦恼讲互我知，我伫靠我会使替你想办法来解决咯。好啦，阮兜啊是单亲家庭，
我阁是顾查某囝。阮爸爸讲我管足严格，啥物拢毋准我做，这毋准，遐嘛毋准。我关伫咧厝内底，就亲像被关在监狱里面一样，足痛苦的呢。你会当甲恁爸爸沟通啊，啊无得靠吼，伊就袂管你遮济。啊，搁再讲啦，迄爸爸要甲咱关心吼，我们要好好珍惜，很幸福呢。毋是啦，伊就是伤过关心啊，颠倒互我无自由无自在。搁再讲，我已经大汉啊，伊啥物拢爱管，颠倒互我生活的压力足重的。换做是你，你安怎做啊？若是我吼，我会从阮爸爸沟通，我会甲我的想法互伊知影。啊，只要我甲阮爸爸两个人互相知影对方咧想啥，安尼代志就解决啦，是毋是？有，一定有效诶。恁两个咧开讲。阿姑。头家，我先去休困啊。好。这查某囡仔哦，嘛是真可怜哦。阿姑，伊的代志你嘛知哦？咱毋知，就去互欺负，啊，阵来走路嘛，啊，无所在庇，阿舅嘛才收留伊。嘿，阿姑，迄代志毋是安尼呢。啊，这社会时代囡仔人捌啥，恁阿舅上捌啦。这所有代志哦，你也免问，也免管啦，一切哦，我会处理到好势好势。哎，阿华，歹势吼！我的查某囝，你到底是走去倒位去的？邱先生啊，你敢若是人无爽快呢？啊，敢要找只民宿见面者？袂，我伫找阮查某囝。找恁查某囝。你敢是去迄落民宿中心报案，讲要找查某囝的人？哎对，头家娘，你敢有可能阮查某囝？啊，就阮迄民宿的会长吼，有摕恁查某囝的资料来甲阮讲啦，啊，拢互阮看啦吼。啊，阮会甲你斗斟酌啦，啊，若有消息吼，会随甲你讲。安尼拜托你啦。免客气啦。有影，这位先生啊，啊，你有恁查某囝的相片无？你若有恁查某囝的相片，互阮看吼，安尼吼，我要甲你斗找吼，嘛较快找吼。我无查咧，安尼我转去摕好啦。安尼，头家娘，拜托一下吼。我足感谢你的啊！我若找着阮查某囝，我会来这报。小狗唔要咧，你这人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天天又开心，今日俗语就是讲，看囝栽老爸，看查某囝栽娘咧，啊，若看新妇咧，就栽大家。哦，啥物意思呢？这个意思讲，咱家庭教育非常的重要，尤其做囡的时阵，你拢会学习咱做爸母的行为。所以咱做爸母的一定要用以身作则，用身教来代替言教，安尼囡仔才袂去受到影响。对，拢会用老爸老母来做模范啦。对，所以讲我主持定来讲一句话啊。买田就看山底，娶某看娘咧。老爸老母的体能若好，你的囝儿孙体能就好。对，你若看那拍皮时来看底摆。对，你摆来看好摆来只，伊无咱看摆卖。喂，安尼教歹囡仔偌细啦。像咱今日咱剧中这个俏家少女哈，虽然伊是单亲家庭，其实单亲家庭不是无好，但是要特别注重他的教养问题、生活问题，啊，较袂造成咱的社会问题。是。对啦，人讲什么养不教，父之过。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哇，我单亲家庭呢，我要母兼父职呢，那养不教，我们的母之过。对，你的过。对，所以做囡的时阵，咱就爱个教。人你讲3年吸皮，3岁吸皮，啊，若5岁就吸骨。啊，5岁都爱吸骨，安尼遐歹运。
我你死啊！我你讲我缺骨，骨哦，爱雕骨就对啦。囡仔时阵，咱就爱甲雕好，大汉就袂变歹啦。对啊。敢若讲一张细张手啊，咱若要甲雕，好什么姿势拢有法度。就细张。细张的时阵，伊拢有法度通雕。等到伊大张无雕无落啊。后来就登去啊。哦，你雕好了，你就定型嘛。是。所以人哋讲爱注意啊，讲细汉头挽步，大汉就头牵牛啊。对。你嘛定你讲啊，讲哎哟嘿，叔叔飞机赢残你。对啊，拢无骗。喂。真正是有你气干的，你这时代唔知安怎做的呢？讲真是的啦，咱这社会上的单亲家庭真多呢。但是呢，单亲家庭呢虽然较辛苦，不过你一定爱记的，然后需要寻求帮助的时阵呢，只要你若有符合着社福条件呢，咱就会当向咱在地户籍，也系乡公所也好，镇公所也好，去申请哦，申请补助，看是要生活上、托育还是经济。这相关的补助哈，你爱记的，咱的社福机构、社福团体拢会甲咱斗协助哦。对，上紧的方法就找里长，我要办一个低收入户或是啥物事拢足方便的。对，所以吼，单亲家庭吼，唔免烦恼，一定有足侪会当互你寻求辅助的所在啦。对。过来就是希望讲咱单亲家庭的小朋友吼，一定要坚强，要独立，唔通去做歹代志。较鼓励一下要鼓励他。对。时间你过安尼，咻一个30分，政府就过去啊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所以今日天天开心的小故事会奉劝咱大家对囡仔教育，以爱注重。算情命，问啊问，问咱爱情安怎行？爱莫名其妙讲来就来，痴情是咱注定全无味。点点来离开，来到一个青云的所在，游浪他乡千秋万秋心的爱，莫名其妙讲来就来。是咱注定全无。